唯有是李鸿章是不会倒霉特累的。哎呀，你把我香香姑娘讲了，我就要哎呦，阿来呀，哎，你真知道父母的苦心哦。你是老累的子，将你是捧在袖里，黑在嘴里，为母岂能像你的终身拿起开玩笑啊？自你14岁开始，爹就在瓦乡替你狮子当庭上寻找一个好的人家。爹是费尽心思抱动不息，茶白乃情啊！你想一想，好不容易找到了张家，走上家，阿爹不是杀杀，就是你公爹。以前那是贫苦出身，后来做了织包生意，发了大财，他却不忘初心，得到知足良田，方便咕噜咔嚓，滴水之恩永垂累报。我有夫婿，不太深深的一表上才，心地虽良，为父贼吧，将来上京为抗，必定是列朝为官。阿暖呀，爹替你找这样好的一户人家，你今日要是不同意，出不了这个职位，最后这个城就没打不庄了。难道爹为爱亲生女儿往富康里跳啊？你想不想是不是这个理？这倒是的。唉，阿爹呀，难道你就没有别的事了吗？要是没有，也有一件小事需要阿妹帮忙。什么事？就是你工地的制作里。阿爹想想，这制作没开始，简简单单，怀疑费气。制作里想一想，一个人活在人世，阿妹什么时候到制作的时候啊？是不是要这股，还是要那一股，都是人心节节高的。你工地这么上，制作长了。只要制作就会垮落，道理是不错，阿爹却不相信，所以阿妹拜个乡下姑娘到你工地家中，先去帮阿爹开张。你工地家中的人要是真的制作长了，阿爹心不口服。原来阿爹你就为了你这个小心思呀。婚姻为大事，这些都是小事。阿妹呀，时光已经不早，快些梳妆打扮，马上上轿啊！知道了呀。要拜乡下姑娘娘。